那种年纪保持到那真的不得了了。哎呀，我70岁了嘞。哇，看起来像65哦。那不是差多少？今时早对，蜜柳丁迄嘛个。蜜柳丁啊，你爱爸爸种诶。哇，佢搭班呢一拜属神呢，做了有一朵嘅树叶。唔伫爱爸唔同爱伫。山高了那窗啊，心莫开哟，莫错我的心上。老热打擂台，老热向下來。奇怪，那歌子好好順順的唱着好，你做嘛有啲詩人都特別加強啊？有嗎？係啊，來找有啊。山高了馬窗啊，係啊，衝啊，那就他媽那個。我想說 open 嘛，開場啊。對啊，那有時歌就順順的唱就好了，你為什麼不是，要加然後強那個字？行業的那些觀眾朋友有的還在吃飯，他把用嗓音有冇刺激他們一下？衝啊！哎呦，讓人家打到腿，讓人家衝啊了。對，是這樣子的啦。有道理。對。這樣也行，這樣也凹哦。好啦好啦，比賽咧，呢10強的決天賽啦。哎呦，而家目前安尼流行歌曲組還有傳統組有15位嘅參賽朋友留下來。哦，所以才10強，所以如果有5位嘅參賽朋友變淘汰哦。10強決天賽比賽規則，參賽者嘅分數由上擺老一擺分數加起來，勝出前10強。今年下一屆體驗比賽，係共評分就由一擺分數嘅個大嚟做比較哦。今日評審先生有一屆小先生、7位先生、70位先生、6位先生。比賽之前要談一下先生，講一下評分嘅規則的。葉家雪老師。金偉老師請關鍵哦，大家呢都離下咩有經驗的啦吼，所以呢盡量我自家要放鬆心情，然後自家體後嘅實力拿出來，俾大家感動觀眾感覺到本意感動到，那個人家欣賞到感覺有努力，達到這個目標哈，所以淘汰賽啊，大家心情要放輕鬆，但是呢要很小心。莫碰死哦，飲準而衝準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安子些，多謝哈，一個飲準啊，哈，個蒙詞也是最大的機會，還有節拍的問題，好不好？大家準備好了沒？哈，沒有在 ？Are you ready？ 好，你再 Q 一次，你再。大家準備好了沒 ？Are you ready？ 好來，有請 TV 參賽朋友。陳思嘉帶來6球。好，夏雨橋、老橋。大家好，我係陳思嘉。今晡日我創嘅兩條路橋，我係上到我細細世界，希望大家會喜歡。
来来休息，苗片含的做太戏，边桥下的河把水，咿咿呀呀流无停，是路北风来来休息，莫会记得你，莫会记得你，莫来吞下。家姐姐你好两位主持人公主一样。哇，大摆来做上完的节目哈，给都特别打扮制呢。装啊，对不对？唔係因为人济啊，故说做较讲的，哎呀，你对讲认识，对对对，哎呀妈，你这真的某一奖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可以讲到秀云姐吗？没是你还是可以发实冇话。啦冇啦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，真的是上了，哎，一种年纪保持到安尼，真的不得了哎嘞。呀，我70岁了。我70了，你想看啦？我70了呢，快70岁了，还看不出来。哇，看起来像65哦。那比你差多少？哇，真的是，哎，看也欣赏一定懂爱哦。冇啊，哇，用蛮讲，正常啦，普通啦，普通啦的，这老夫老妻的啊。普通啦。你谈恋爱来的吗？以前是同事，同事，同事谈恋爱来的。我一条歌讲真的，对你来讲哦，动态的挑战，啊，他冇好冲新的创作歌曲，应该还是有创作哈。我了半年吼，练2条歌的2条，还有个客家新曲。但是同好啊，其实未来的节目哈，创造的新的一些创作歌曲哈，对这个来讲，咩一个同好的一个。你按到要唱个 logo， 就冇人来看啊。哎呦，但是你就先落口，可是他有他的唱法不一样，对呀。好，就是一直进进步啦，有进步变，啦。想要改编啦，挑战进步啦。哎，同好同好，安尼谈一下老人家。会是甲字哦，啊，电韩剧哦，做得很米字吼，做得很米字嘛吼。做的。我感觉吼，你从两首歌吼，实在讲，真用心就去创的啦。对个都讲讲，你把你都冇准备好，我个意思是讲，平常做个练习家，你创得真好。不过，到上了比赛个，给一下就准备的太给呼吸嘛，冇准备好咧。像我个建议是讲吼，你也过关噶吼，很有机会噶，从过出来噶前奏那下，你就天天唱，你讲第个伴这样唱，这样么路口就干了。路口，你的了为几多年？还有你本身没正经嘅客家音咯，所以你講嘅就對寫所在，幾多年，幾多，它有一個斷的地方，你就嚟要幾多年。對我嚟講，我是講基本應該進行全好，嘿，啊，唱法咪。所以就對音準啊，寫所在冇結好，哦，佢話跳就開始你就冇準備好的啦。有緊張。冇緊張，嗬，一步一步咁慢慢行，好唔好？好。好，来，看一下，看你走老桥还是走奈何桥？喂，来看一下个分数有办法通过哦，来。真实给他分数。什么太感？
哇，分數唔美好，唔怕，坦白還有幾飛。唔係，還有14位參賽朋友哦，後尾含啲哦，對嘛哈？誒，先坐穩來，坐好來，唔怕，安子些，是莫你了，謝謝，好，太幾個安子些，，安啊，這邊當坐，安子些，謝謝。好嚟，殺下來呢陳怡雲，哎，帶來 Hell ，Hell，我來 Hell， ，Hell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怡云。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《黑哦》，这首歌代表着客家人努力打拼的精神，然后我希望把这个精神传递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早晨就努背你跳啦，根本你愛去奈為做些，按做 everybody， 我快用笑面哦，兩下馬路紅茶按多，有你很多家，有你冇方向，按多故事隨時發生。希望愛順利有您群啊天啊很多，您啊那天啊很多，嘿喲嘿喲，加油哦，嘿喲嘿喲，三夢三夢的。走難受，隆隆咚咚哦，嘿喲嘿喲，加油哦，嘿喲嘿喲，馬上順到彈跳水路開，嘿哦哦哦哦 ，wonderful today。嘿喲嘿喲，嘿喲嘿喲，哦嘿喲嘿喲，全力走，我愛走難受，隆隆咚咚哦，嘿喲嘿喲，加油哦，嘿喲嘿喲，馬上順到彈跳水路快，嘿哦哦哦哦。Wonderful today， Wonderful today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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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他說好，好，嘿呦嘿呦嘿呦，哇！一條歌誒，啲節目一種鐵白有人唱樣啊吼，鐵白，你為什麼選一條歌誒？我就聽在 YouTube 上聽到，然後覺得很好聽。主唱是誰？iColor。iColor 哦，然後他這首歌也蠻勵志的感覺，就是正能量。對對對。好，裡面有個歌詞，你懂家己是錯嘅。你說有一段，有一段歌詞，哪一句是你最喜歡的？您裙體很薄，您懶體很臭。難怪娘叔、娘姑、娘奶奶會收娘嘅客家話。對呀。他教我教到生氣耶。懂耶穌哦。好啦，來，公平啊，這位老師嚟。當然啦，大概參賽者都有幾個特色哈，人家特色除了背着吉他，我覺得你會非常有安全感。不過近比係咧緊張較多，彈嘢上，彈嘢嘅看嘢表情出啲。我同愛自彈自唱嘅朋友講吼，吉他你如果要自彈自唱嘅話，你吉他的音一定要調準。其實你有一兩根弦是不太準，跟一彈都彈得出來。好，跟一彈都彈得出來。好，古所講上來愛準 P 嘅時間。
就像你已经有调音器了，你要再调一次，而不是说我只是听声音而已，你要一听都注意。因为它上面有个签名叫谢和弦，就和弦已经卸掉了。找错人家签了。今天这一趴是说文解字。好，那当然紧张太搞入紧张。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哈，你还是要慢慢的习惯这个舞台。还有历史歌曲，真嘅偷得懂吼，我感觉出来懂喜欢历史歌曲。不过，我喜欢你唱歌很现代的唱腔之外，记得唱歌的这首歌当然是节奏比较快，不过尽量颗粒感不要太重。你唱歌的颗粒感太重的话，就会变成一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办法。就没有办法连贯到你的情绪，你还追胎问题。古时候有时是匆匆啊，一张是团的发出没有办法成一个句子，我没有办法在那个音符上面得到你想要告诉我的东西。还有客家话，一定要记得有2个地方，根本的念，还有有念的念，你那个念很多念，舌头应该要在上颚，有没有？或放空念。草千条路飞，你跳啦，根本你爱去，奈为做谁？俩地方要注意的，懂多地方俩这样子的咬字不清楚的话，其实是很扣分的，好不好？加油哦！好，是这样子。看一下你办法今日10强哦，来。来，陈议员的分数。90月份，其实流行歌曲主要种超过90分的分数，全部都同好的，真的。你不要严格。流行歌曲就看严格，哦，恭喜你哦！恭喜。90月份哈，好来，接下来呢？行李现代的强威。好来，弹个啦哈。强威金的呀个用的，强威金的呀个食。哦，你现吼今日拄好偷到牙个歌的，所以可能这个。哎呀，安子说。慢慢行，轻顺嘅星路好。你过去同香港的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听说你用 YouTube 连接到电视，对，刚好大家在吃饭。对，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晃他的云片。大家好，我是彭丽贤。今本日迄10强决定赛哦，其实色彩当紧张嘞。不过我要请你留去创好来哦。在雾山张红，走着春门，作当的字条，奇奇关心给的人，小暖度爱的心，打开窗门，桐树已经开放，你丢高高挂，小话小沙。上转伊头摆个高水的个条河吧，通把路漂日河吧，顺人水流就从爱情马萨，通房江归入斜爬，含鸡蛋的肉听个面个法术哈。小山，让我今日呀个的印象，如风扬起泪同房，感伤偏爱甘苦，偏爱。
彭丽媛，哎，你哎，彭丽媛，贤彭丽媛是什么？彭丽媛。紧张吗？哎，我看有人懂吃哎，你菜呢。讲迄个因紧张几下年的哦。你对远航上班嘛紧张，真紧张要到那种压力大到把工作今年辞掉，对然后想说加油，然后人家打擂台的比赛看那是结果同样喊你同样懂紧张，压力也没有比较小。对。今天远航上班啊？对呀，哦，19年。19年。嗯。哇，嗰陣鐵飯碗呢？不過真係也銀行嘅壓力動態。因為我原來我有壓力咗，你做出納有啊，係啊，出納啊，櫃台啊。櫃台跟住我壓力大。會啊。你唔係講有冇嘅放款啊？有啊。不是什麼信貸業績壓力，有業績壓力啊。對啊。喺銀行做櫃台啊，有壓力啦。係啊，賣保險嘅對呢，全部都要賣呢。我要主要推薦本客户啊，你說。哦，然後他是有比較害羞的個性，不好意思主動去跟人講。有簽另外一條路嗎？伊較忙，伊都冇搞帶生意呢。哦。因為呀，另外的條路就會讓人打擂台。對。反正 logo 不賺錢嘛，哈。對呀，都唔是很辛苦。對。哎呀，來看一下先生對人嘅評論樣板。兩位衝到好冇，老師。好，你見吼，今日拄好偷到牙嘅歌誒，所以。可能這個，哎呀，哦，安子說，其實我頭一擺聽講按到黑化嘅，我頭一擺聽講按到黑化，其實我感覺佢當對亞述國嘅故事性有，啱個沉浸度不夠，所以呢，我感覺到你想我落點啊，即係要去宣佈嘅，有冇？其實宣佈嘅對來創國嘅人來講係一種基本啊。好，一種基本，不過你必須要內化在心裡面，你不要真的變成是法術哈，這樣就變成就會很奇怪。還有這個比賽啊，件事情哈，這個弊案都敗，可能還是要想辦法放鬆。羅國立老師講誒。與緊張好好相處。OK， 再重複講，很經典哈。與緊張好好相處，可能將會去釋放。我還是重申，因為亞述國有故事性，你可能放在故事上，你看有冇很緊張，好嗎？安子 say。好，要與緊張和平共處。是太緊張了啦。哎，對。好，按這個看下個分數啦哈。彭麗媛的分數。90分應該有幾分？上擺嘅人哋 PK 賽多分？90。哎，相當90分。應該有辦法啦，好。按子 C， 好，恭喜，好嘞，去做休息。好來，接下來呢？劉晶婷帶來搖搖夢。來，等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劉婷婷，今晡日我帶來呢首《搖搖夢》。呢首歌係梁煥波老師做嘅歌曲。希望大家共下來欣賞，希望大家。光陰有限，絲絲茫茫，人生。金槍把葉路，富貴可比草頭松，不敵興衰有數，得勝難料。講乜嘅亮亮風光，講乜嘅理所勉強，不以情意摘安情處，把酒狂放，悠悠歲月，快樂吐時光。
高興嘅雄風來起咧，高興嘅雄風來起咧，高興嘅雄風來起咧，高興嘅雄風來起咧。兩條歌有腔了哈，就編曲一樣的。冇啦，這個歌曲的形態。同一個老師寫的嗎？不同。不同老師寫的。一個是梁煥波老師，剛才唱那個條梁煥波老師的聲音好高亢哦。另外加個高興嘅雄嘅林老師，林展毅老師。對。你有熊神樣，你換歌路了。對呀，我就想挑戰一下，而且我和奶奶都很喜歡梁煥波老師的作品。奶奶，吳奶奶哈，吳奶奶。我想不到你那麼瘦，黑暗久嘅唱一條歌蠻適合。氣勢磅礴。對呀，你看一唱哎，你本來你看手機，手機有掉嗎？是沒有了，他把它丟掉。沒有，剛好那個螢幕壞掉，我請助理幫我拿去貼新的。哇，這首歌很適合你，我知道以後會走路做的顯呀種方向啊，不差哦。還蠻適合他的，豪邁灑脫的感覺。對呀，對，這想不到，簡單唱，簡單唱，都是熊豆。吉利先生，出嚟唱吉利先生講。嚟。好，亲戚，今日有本來的評審經驗到哈，你這樣子的表現，這種歌路跟你的聲音的功力表現，如果在國語歌壇找一個相對位置的人，那個人叫金佩珊，我覺得對啊，老師講得很貼切。一般來講哈，天，我的天，一般來講哈，這種氣勢比較磅礴的歌曲，女孩子可以表現出來的其實不多啦哈，因為對，因為加上各方面的那種。女生的聲音的厚度啊，然後包括中氣這些胸腔這些的共鳴啊，就是天生比跟男孩子比較起來，就會看牛一些的。但是你可以有這樣的本事啊，我覺得你真的要，就像剛剛羅哥講哎，你要好好掌握這個區塊，他會給你在未來路上搶很多分數。給你表現啊，知道有一個地方比較可惜，你的 key 如果再定個高一個半音，或甚至高一個全音，會更好。你的低音唱到整首歌最短的一句。後邊經常輪斷那個短字是整首歌的最低音，就不見了。後邊經常輪斷，那不是你的氣不夠，唔係人個氣唔足，係人個大音攞唔起。以後對抓自己的 key 的時候，這一點要注意哈。你既然有可以往上更磅礴的實力可以表現出來，你為什麼不做呢？也可能是因為你不懂，還是怎麼樣。如果你是不懂的話，而轉移練習，幫自己找 key 這件事情，而我們期待你在後面會有更好的表現哦，哈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按這看下個分數有通過10條嘛，來。劉金婷的分數。好，安全。上次 PK 賽多少？91。啊，也不錯不錯維持着，應該可以通過啊！恭喜！加油加油！好來，回這休息。好來，撒下來。菜子帶來安慰做鄉親。好來，躺開啦哈。大家好，我係吳菜子，非常感謝先生讓我救轉來，轉到大擂台嘅舞台。今日我唱嘅係海陸強嘅安慰做鄉親。希望鄉親談了以後，做得歡歡喜喜、健健康康，順夢大家。這身空一點好，日記鄉親一樣做。雙顏面，年輕時苦唔愛落，種下甘甜又芒草，又牛又豬又香我，你只給菜一生，還給世界衝山歌。上潮愛見大同樂。
生空气一定好，一起向前演奏，隔壁邻舍相见面，人情世故不败落，种下甘甜又放醋，香油香猪又香鹅，一年之计才一生，还给时间唱山歌。上潮爱掀大同路，一起向前演奏。蔡子姐姐你好，蔡子姐姐啊，这个被救回来，嘿，被人救过来。懂欢喜，欢喜天发懂欢喜，真的呀。哦，原本心情都整理好的啊，意外的。哎呀，本来想讲，嘛个2年以后，咱我就报名吧。哦。因为什么 PK 赛输的嘛，等个叶人伟。系啊。输的以后想啊，2年以后，沉淀一下心情，好好练歌诶，声音也带好来啊，咱慢慢再来报名了唱。但是2年没有较久了。太久了啦！2年是接到天发嘞。哦，2年就接到天发嘞。好在。一开始讲根本日啦，吼，反而也摆安尼10强，有无到10强的番，哪球怎个来？2年啊！真的啊，做嘛等到2年，还得搭规都有个呢。上摆要2年啊！冇啊，搭规都对。冇啦，伊想要讲吼，准备好再来。嘿，准备好样来啦，1年的时间比好。冇嘛拉啦，2年拄好。2年啊，哦，2年就供2.4年了，唔秃啦，秃2.4年。秃年，错啦，供2.4年哦。做阿婆嘞。做阿婆诶。加皮啊。哎呀，阿婆生囝加皮嘞。啊，今日唱到样板呢，哦，那位先生哦。嘉轩老师。就是讲哦，他前面唱得非常好，不过你。口白那个地方，你就用讲的甲那个安慰走向前噶，就大家所有的评审都，他已经把你带起来，你气氛就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接下来有口白，一定是口白技巧安慰走了，你一定要把那个感觉要讲出来哈，请打松，不过还可以，今天的表现真的是。我这样沿路看下来，我觉得你今天表现真的不错。哦，救回来是有机会的哇，这样没有辜负到你们对他的期望。对，看一下有办法通过10强吗？来，蔡子的分数。新老师。第1名哦，恭喜哦。师母欣赏，是，回来是对的哈，加油，好，安子生，恭喜啊，这边当场。嚟咯，香港嘅朋友嚟咯，2年帶來一共在跳舞。好啊，嚟聽香港嘅朋友嚟唱客家歌嚟聽下啦。我今天唱的歌曲是《月光在跳舞》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俄羅斯的一首愛情民謠，这首歌非常特別，請讓我唱給大家聽吧。Dnešní stadu naše šorahy, Vrsil si s milou ta doba, jestli se nalifí, как bedoraki, atmoskovie večera, jestli se nalifí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от Москвы вечера.
阴阳的公公，蜜蜂缠缠流，雨水强强流，采果窗，衣裳慢慢行，天顺的西路风，菜了甜，情的暗不掉，衣裳慢慢行。天顺的西路风，菜了甜，情的暗不掉。抬头满月光，路途有几长？成的也爱也老爱讲，梦想在前方。无期限的地方，暗夜歌提着的天光，梦想在前方，无期限的地方，暗夜歌提着的天光。香港的朋友，这音乐好好听哦。对呀，哇，好舒服哈。对，你好厉害哦。对啊，这个歌你刚刚一唱的时候呢，兄弟，哎，客家天师腿呢啊。哎。对啊，你怎么唱歌这个我们听不懂的歌曲呢？啊。对他差点站起来。对啊，我这他到底怎么那么好听？哎呀，哦。其实这首歌就是有一首那个俄罗斯的一个爱情的民谣改编的，还蛮有味道的。这种结合有没有很棒？对，难怪是你爷爷的骄傲。对，谢谢。这个音乐无国界哈，真的。是有一摆，一过去屯香港的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听说你用 YouTube 连接到电视，对，刚好大家在吃饭。对，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放他的影片。我喜欢就是我们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看电视这样，刚好我们电视可以就是连上那个 YouTube 可以，就是有我表演，就是有我就是参与的那个闹热打擂台那一段那一集了，就是一整集看完。哦，对，一整集啊。对，然后看得下去啊？看下去。不是我的意思说。不是因为语言不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我被公发。我外公因为很少看到我就是表演的影片，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说，哎，奇怪，那个电视上那边那个男生是谁啊？很面熟，人很面熟。然后我爸就说，哎，那是你孙子啊。然后他就吓一大跳，因为他很少看到我就是打扮的样子啊，所以他就会你平常很邋遢是吧？还好啦。哇，谢谢你也帮我们闹热打了一台，哎呦，带到香港，让那么多人知道有这个那么棒的节目。所以我们节目现在国际化了，对，你看连马来西亚的朋友都来了。是啊，他现在紧张他的咬字。不用紧张，多吃榴莲就好了。上火。好了，来，公平啊，这位老师嘞。这位老师。好，你好，乃人你好。我先跟你说，你挑这首歌，我就已经先给你基本分了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不好唱。这首俄国民谣我也听过，但是你在一开始唱俄文的时候，先姑且不论我们听不听得懂这个俄语哦，那其实它很简单的，小康老师他的节奏给你了，你其实应该要在这里好好表现你的音色跟节奏感。其实你一开始这个这么经典的民谣，你就已经有点把它唱坏了。好，你一直跑在很前面，你自己可能不觉得。那基本上在台上唱歌，你心理素质要很够，你就一直想要把它唱完而已。好，到了客家歌的地方，一样是拍子的问题。你从第一句金呀呀公公开始，你就一直往前赶，然后你后面你有些唱到你自己都冲过头了。音准也不对了。金呀呀公公，蜜蜂缠缠流。雨水强强流，采果窗。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基本上我已经听几位老师说，你算是我们眼里的资优生之一，所以我们对你的要求真的比较不一样。那我基本上因为
跳这么难的歌，我就已经会给你一些基本分，但是我是往后扣的，我也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，加油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那就看一下你能不能通过10强哦，哈，来。刘南怡的分数。双排 PK 赛的几多分？91。哦，安尼应该无啥问题。哦，系啊，这保佑下礼拜嘅7V创较难对吧？骑上了高栏，哎呀！片松是练歌时间和轻抹风片。哎呦，系啊，推动要练哦。你要考试噶练的，用 CD 我知道。CD 哈。哦 ，CD 哦。嘿，这洗体的主位是不是？刘南怡的分数。蔡老师，还行，还行，上一次 PK 赛几分？92。哦，那应该今天真的歌比较难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恭喜你，谢谢，先恭喜啊！来，回座休息，跟外公问好哈，好，来杀嘞。刘美玲带的吴彦发。哦，对，嘿，你的经典好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美玲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所以我现在呢还很努力的在学习客语当中。闹热打擂台虽然是一个比赛，但是这边的选手都非常的热心，因为很多选手都教了我客语的发音还有咬字。那今天呢，我带来尤兆琪老师的《无言花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点点tháng風中傳來強送，繁華嘅世界本係一場夢，失去嘅難再留，雖然心還在痛，人生本來就係無常。又何必依戀心也無窮？又何必言談人生嘅夢？發無言在心中，無戀無情無愛，徒留花一淚半條路。假使你敢有心來相下，應愛度過寒冷嘅冬，飄在風中嘅無言花。来自马来西亚的好朋友，哦，咬字 OK，真的，哎呦，上多进步好多。给蛤蟆欣赏哦，哎呀，他可以写出这些经典的歌曲。对啊，他那个谱好厉害哦。长得这样，还可以写出这么经典的这么美的歌嘞。对啊，那个谱可以拿出来这样。那个挖脑还蛮有才。挖脑，这首歌好听哦。很好听，真的很好听。我看你唱的也好投入哦，那个脸部表情。他们听得好陶醉哦。
好笑吗？就是感觉你怎么样都不会那个尤老师好笑，没有关系，还是漂亮的。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一位金曲歌后唱过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哇，唱歌这首歌真的，啊，这啧啧称奇就这样。不言发，也在风中，不言发，随风轻吹送，电台有心意来诉情衷，温暖爱小小的心房，不言发。吹浪在风中，不言发，深埋在心中，感叹有心意来手牵中，温暖爱小小的心房，不言风中的。怎么样？我惨了，我要回去。还好我们2个人不算分数。你看，很没有意思，唱的真的是很好，啊，唱好了以后，然后就抛弃我们2个，跑到那边去。没有，原本这首歌这是我们2个人，对啊，一起那个。应该要把我拉过去。我啦，罗哥他是过来拿歌词，他记不住。演了然后诗慧老师就误会了我的意思。他起身相迎，结果你拿了歌词就走，不理他。诗慧老师以为你要跟他合唱，其实你是要过去拿歌词来跟他一起唱，然后他既然唱了，又不好意思不让他唱，那就干脆在那边好了。对。对，这个是两个这唱这首歌各有特色啦，各有特色。因为给客家人嘛，给唱一条歌好，那个理所当然，因为唔咩客家人，对吗？唔咩客家人唱一条歌唱到哎，懂咪都讲真的，懂真。有他自己的味道。那诗慧老师有自己的味道。好，美玲，你对这整首歌的铺陈啊，其实一直都还不错，只是说你一录歌的时候那个落点。还是一样，跟奶人一样，奶人是他在节奏上面的不稳定性。可是这首歌的落点，照理来讲，这种抒情歌应该很好掌握才对。可是你一录歌的时候，刚开始的落点是乱的哦。点点糖风中，你要仔细听钢琴在帮你铺陈的时候的落点，而不是自己歌唱自己的。你不能太融入在自己的感情里面，忘了有乐器这件事情。点点糖风中传来强松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很容易脱节，很容易脱节。你的感情在下，可是背后有一个 backup， 有一个乐器啊，应该这样子环境，反映不能买个东西，你要记着给你什么环境，你要去做出来，这样好，你要去注意到周遭的环境。OK， 安之森，加油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哎呦，那这样分数零用版了。因为其实这首歌也真的不好唱啊，是不好唱，对，真的不好唱。然后加上它咬字的话，要下很大功夫。又是国民歌，大家对这首歌太熟悉，太有你稍微唱一点，万一有一些瑕疵，可能就很明显了。来，先看欢迎哈，欢迎爸爸，今日10强来。6米点的分数。谢谢老师。OK。还好，罗国立老师跟叶嘉秀老师把你救回来，恭喜你啊！加油！好，拜拜。回座休息。拜拜。好，撒下来。总被整带来，敢系爱到撇3年。好，来，上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钟碧君。今尾我唱的，你敢系爱到撇3年？这首歌的是我提白学的，希望大家能爱指导，希望大家。
当来爱菜时，只也思念归心机，有心机出无心飞，不知来电相会。为倒嘛该死，无笑也无事，甘喜万年，尤其爱骗伊。阿哥无情又无义，并爱输故事，阿婆小心肝无有意。日头又转时，日过日年，连个魔鬼莫着嘴。为倒嘛该死，无笑也无事，甘喜伊把你，尤其爱骗伊。阿哥无情又无义，并爱输故事，阿婆小心肝无有意。日头又转时，日过日年。连个魔鬼莫着嘴。李正志，嘿，两位主持人好听哦。哦，一条歌就较传统的客家歌啦，吼，所以较佢有啲較台語嘅就傳統歌嘅味道。係呀，不過你詮釋得很好哦。對啊。是麼？感謝。因為我想現在說各位喏。預備我第一次，學啊。第一次。哦，要是個很學嘅成歌嘅哦。哦。跟又唔學嘅路橋啦，就無言法啦，嗬。客家新橋。哦，客家新橋啊，就讓我想學嘅種。慢慢嚟來啊。慢慢來。慢慢。所以意思講今日要歌都走。唔知哦。唔知。好啦，到底要歌唔要歌，咱唐亞先生嚟講片啊，嚟嚟。羅國立老師。畢竟這以後哈，你聽嘢冇？係啊。係嘛哈？但係其實都唱好路兒喎。係啊。咩啦？好路兒。佢唱好路兒哦。嗱，意思講，其實唱腔有帶一些的好路嗰種開口，好，按你這個不是壞事情。好，最主要我們比較在意的還是你的咬字。你人唱人的話，你有氣愛騙人，唔係有氣愛騙人啊。甘喜伊把你，有氣愛騙人。好，阿個木字水，那個錘應該是水，唔係錘啦。既然那樣人，我們對你的咬字就會很嚴格的要求。老葉的基本的不應該有的錯誤，把它避免掉之後，再把你的實力好好的表現出來。你應該，我想要進10強，甚至後面6強，應該唔會有太大問題。我係講嘅係你認為啦，其實我給你一份嘅建議，哈，加油！是冇先生。顏子識喺度看住今日今日10強幕來。係，總備陣嘅分數。是冇先生。90分。上擺 PK 賽就幾多分？92。哦，安尼應該冇乜問題。哦，係啊，就保佑下禮拜嘅TV創較難掉嘅。做得啦，恭喜嚇！是冇。好嘞，再一遍讓我坐。好，顏子識。好，也都係咧傳統組嘅10
强比赛啦，哈。吼吼，今日也是有8位。哎呀，8位还有哪个一组啊？还有7位的参赛队，总共有15位，而才10强。哦，啊，5位就会淘汰的。哎呦，比赛之外就冇办法啦，哈，哎呀。好了，比赛之前介绍完了评审先生来。好，苍永田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车启哲先生，罗英先生。好嘞，先生介绍听啊，那个有请到苍教授。来。今日係一個進入10強嘅淘汰賽。係。故所以所有嘅參賽者還是對人傳統嘅一個歌謠要注意嘅啲，牛屎愛爭，唔好江山氣。哦。千萬唔記得歌詞啊！哦，最很重要。加油！好，安志先多請參教授。哦。來，準備好嘛？好嘅哈。Are you ready？ 要留言門啊。Are you ready？ 嚟，有請 TV 參賽朋友。鄭金勇帶來評判。講啦嚇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！新婚禮能夠一路順利過關斬將，今日喺10強嘅決定賽，我一定會全力以赴，請先生多多指教，謝謝大家。來自台東的金庸先生啊，你好，係。你好。哦，一上鋼鐵樹啊。係啊，黑的暗眼啊。啊，唔過伊平常時練歌時節，輕磨縫片。哎呦，係啊，台東要練哦。你哋喺科學家練咪用 CD 喎？CD 嚇。哦 ，CD 哦。係，就 CD 的主人噻。哦，只有彈 CD 做人嚟練哦。哎，練出有辦法呢。欣賞了來唱歌啊！我們先來看一下羅時豐同學能夠得到幾分，老師請給分。李秋霞老師，安尼乜個意思？乜個意思啊？你常常捉弄他。因為喺台東啦，然後講講有啲先生，因為較嚴嘛，較冇封片過去嘅片啦，然後伊都會用書記嘅，哦，隔日上映留下來，啊傳本他信任的老師。難怪唱到很好。好，來，談一下先生的公平啊，嚟。參教總。因為鄭先生唱嘅評判非常順啊，嚇。哦。而且有很多優點。但是當然係有幾隻嘅建議本件啦，嗬。可比講先生教藝唱山歌嘛，嗬。先生每一天，先生都未講你要改成溜啦，嗬。嘅有道是唔係一天都溜，
唱咪后面无痛无偏，无乜理由无痛了，无需要，唱下平板的时间，做得唔咩一天都假呀呢。无痛了，无那偏啊，你记者嘅韵脚都做得真好，快乐现爱火也系歌也系多。那你看的音就算轻有看到了哈，至于你上人看的音唔会穷样哦，但是这样的来讲，我听到那你有看到，我都认为那你唱来就算好嘅，加油！按姿势，按你这个看一下，有办法精益十强哦，好哦，来看郑金勇的分数。羡慕紧张。96分呢，几乎到满分的呢。96分，谢谢老师。哇，你看你的同学，哇，所以那个上屯按唱的话，哎，根本有可能唱的话可能有你是你。恭喜啊，96分，哇，具有冠军相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！先恭喜，先恭喜！你也筹稳了，好，安子生。好厉害哦！哇，TVB 就按高分了，哎呀，好，来杀了看下 B， 这拿到69分嘛，哈。哎呦，好了，96分，来，陈淑娥带的3个字。来，躺下来。平常就在打太极拳。不要看这个太极拳，其实他是在练气，慢慢吸，吸满。然后吐出去。整讲俺名讲去到汪曲基，汪曲基，讲真啊，系啊，我们罗英英老师俺们啲要讲真嘛。我嘅名用嚟講。羅師傅為了風。上礼拜的 PK 赛，很幸运拿到不错的成绩，也不枉费评审老师给我机会复活。希望今天能够顺利过关，请大家为我加油哦！嘿，主持人好。安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哈，怎么啦？冲黑了一个你啊，紧张。
还会紧张啊。你看到前面分数太高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唔会啦，因为今日的分数会同上摆 PK 赛的分数加起来嘛。对啊，哈。加起来，所以你上摆 PK 赛几多分？95分。哦，那也是很 OK 的啦。今日个凊彩脚拉拉就以为，真的。冇个礼拜行年腳拉拉就以為。真的啦，今日凊彩創，而家躺起來穩穩的啊，冇乜問題。安徽唱歌的，老我们平常时的运动有关系吗？我平常就有在打太极拳。对。为什么会想要打那个？那个有练到肺活量吗？有，因为它不是肺活量，它算是比较缓和的。的运动。对啊，你不要看这个太极拳，其实它是在练气。对，它练气。给你练气，你们慢慢的，哎，你看人家要吐纳，有没有？慢慢吸满，然后吐出去。对。它是腹式呼吸啦，气沉在丹田。你要跟他打一套啊！他这样看你，就是你要这样打一套。搞一下，你可以教一下，简单的就好。公园，系嘛？因为我今天穿这样不太适合，要不下次有机会要穿怎么样？要穿功夫裤吗？那个对，功夫裤跟那个平底鞋。对，没关系啦，还好啦。今天有点不方便。再稍微一点点动作，不用那个天司机前面。你刚刚那个运动就很标准的。我乱打的，我那个偶包啊，跟人家打会被打死，偶包了。很公平呐。好，来，那边欣赏的。邱霞老师，你输我哦，佢俾好多人，係啊，好多人錯嘛，嚇，真難得。能夠將你客家歌，最起碼你基本條件咬死唔要標準。哦，人家講要講練歌，唔講係講，今日看到啲人講十強淘汰，所以你多少要壓力。你個唱歌嘅方面嚟講，你要壓力到佢方面，你後年就會行。嚇，唱歌唔過緊條樣，後年就樣。哦，所以我咁講，今日高音多少要吉他是咩音，所以不多少會難音，唱歌咯，你高是咩音？嚇，按人嘅老師嘅唔嘅數音嘅時，感覺因為你高音嘛，調整一音高起喎，後邊音唔是會弱嚟，所以你數音嘅時感覺佢就比較還不足。還有身體健康的天使的快，都是咩音，所以講今日咧表現咯嗬，總係大家講嘅嗬，咩音聽過較會，你有機會你獻歌詞，你是獻俗嘅，較好唱嘅，尤其唱山歌詞比較較難發揮，要記得，嗬，加油！好，那個好多人唱到安尼已經不簡單嘅啦，真係，好，來看一下幾個分數。陳松我分數。哇！94分。今日十強，今日啊，特啥分數都很好啊。安會衝啊，特啥攏安會衝。哇，厲害，恭喜哦！神夢先生，安子謝，多謝你哈，多謝，恭喜，好，再喺呢個當中做。嚟撒下來。用風琴帶來樂山歌。雖然我嘅聲音唔係太響亮，但是呢，唱歌嘅很輕愛，消除疲勞嘅娛樂。希望大家繼續人來觀賞，人來指導，安子說。日頭落山。
呀娘面前，行好顺心走世间。阿哥啊，你爱呀爱哪？哎，恭喜你吼！主持人啊，大家好。嘿，真的哦，前面2位嘅分数安好，因为哈。哦，數腳都娘呢。娘得嚟啊！嘅性格哈，緊張，對不？平常時你有練過誒？平常練過呀，專業落伏練過誒，沒有鄰居才可以大聲唱。為什麼？唔會吵到人。唔會吵到人啊！吵到人啊！沒想過我衝就衝啊你啊！唔敢哦，不敢。練過真係好辛苦，他攰到都開。我家看見你嘅製作單位幫我嘅資料講，有一半用呀。哦，你講嘅身體唔冇咩？我不看，係帶到嗬殯儀館順頭啦。有一日我下班嗰下5點半，我視察下事，人都個手指，停下來，跟我窗戶嗬搖下嚟，我講啊，手指那麼細個下，改變差偏僻，你這樣嗬我一通電話，你們會被罰誒。講睇嘅上面後生健康，我冇講嘛，我都賺不卡，都煮晚餐嘛，吃飽6點多了，該嗬7點到11點，有11度。最後邊我想冇加面盆嗬拿定，我想預備燒麵炒。到後邊嗬餓冇東西，但是嗬喺呢個餓之前啊嗬背部會抽筋嘛，數得很狠，我放唔起，我用爬，像我餓了爬到房間門。我當我生病，我會反省我做了什麼事情咩？我想排泄啦，我嗬情緒不好，講唔出話，對不起嗬，咁講，行到行下去啦，行到行到偏數間餓冇東西。外面再一睡，冇睡到天光，天一個去拜拜，沒事了。以後從此不敢了。對呀，你還在雞婆，你在雞婆，我跟你講。愛啲咧，好，我樣樣都自家身體啊，現在就划不來了。對。好嘞，那位先生嚟講評啊。謝老師。好，楊鳳琴小姐哈，做呢個人家3個嘅沙場老將嘅，太太細細戰場不前度，基本以專業嚇專國也冇乜問題，但是我要注意到，人家美韻做冇啦，美韻，所以美韻係乜嘅？鐵，一下先講啦嗬，阿哥專業嘅戲事啊，而家嘅熬死嘅時節，嘅於是咧就要注意下，哎乖乖呐，一個美韻啊。人講咩？老3個當識美韻，所以入美韻一定要注意到。我講就點睇你？哎乖乖啦！再過來，而家嘅菜入嘅面向講심酒時節，當然而家自己家是冇馬上講，嚇심酒時節咧嚇嘅阿哥啊，你愛。愛啱唔啱啦？佢也冇馬上講，但是還是同樣，人嘅美韻同佢來客創嘅事咧，嚇應該戲啊，自家啲，老3個本來就喺度खे上，一樣買去खे，自家嘅戲一樣去運用，自家也一定要注意，嚇，好加油加油嚇！先生，係好，安子，好了，看一下預判的今日10票來。楊鳳琴嘅分數。這個，見到乜？分數按過94分呢。失望。好啊，哈，冇問題啦，哦，恭喜啊！好，恭喜，好，安謝，好，以後唔玩結果哈。好啦，殺下來你。曲記帶來掛字兒。好嚟彈噶啦。特別唱客家歌曲，都本係感覺到身為客家人係一件幸福快樂嘅事情。
一定要将这优美的曲调传承下去，请大家多多指导哦。希望大家按支持。感谢。曲比起，主持人好。我紧张嘛。还好，还做得。还做得了，我前面那个分数按5分，咱无学到。做一家创好就最重要。哎呀，这个心态很正确、很健康。没用囤偏饮病，哎，懂好啊。人生就有一种活到老学到老啦。真的真的。谈讲去年呢，还迄今年有去考嘛个迄咪？去年去考个行业的中国级认证考过的。哇！你考过的可以做嘛个条路？因为新传师。做得去编新传师啊。哦，按件开始编的嘛？有，因为今年3月加有迄个上课上5年。5年无？嘿，上5年。哦，上5年就考到哦。上5年有那个一种个证照，个本土语言的证照。对，唔单止个西安的中国级过的，也要考海陆强的。哦，有分啊！今年要挑战海陆强。哦。所以，你本身係西安人。係西安人錯。啊，海陸嘅。海陸我較唔像啊，今年咪親認真去上課。我而家開始就講海陸好嘛。那他唔是啦。他有乜他唔是？先講下名都本來係按照黃曲記嘛嚇。講去到汪曲記，汪曲記，哎，當真啊，係啊，汪曲記，羅斯鳳，係嗎？我們羅英英老師嗌唔啲要講真喎。嗌嘅名用嚟講。羅斯鳳，羅斯鳳，羅斯鳳嘅廣東話好冇？係啊，羅斯鳳啊。哦，羅斯鳳。真係嗎？羅斯鳳為劉鳳。我劉鳳你也看唔到啊！羅斯鳳為劉鳳。廣東話呢？嚇？
广东的。係啊，所以用英講 N 呢嘅客家話撈廣東話當場啊。但我冇強用，冇強用，嗌去香港哦，嗌就唐式嘅講。所以因為學會了啊，你學了學本就會談嘅是廣東話。哦，所以學了你儂談嘅是廣東話。冇。來，唐那邊先生嚟講評。基本上網球機台這號從你係掛子音，講實在，其實呢有老你係人民韓國意向嘅表達嘅感情要唱出來。唔過，你從第一段嘅時節最末日記，識到瓜子上到娘，嗬，識到嘅到，嗬，韓國每音嘅些對有，嗬，你三隻是你從嘅個音嘅時節彈起來。上動很韓國呢，我們聽起來會有一點很冇穩呐，個句冇穩。識到瓜子上到娘啊，還有第二段嘅時節三七三，好，你三了咗時呢，運動做得來得很下講到，唔講你三一面就啦嘴。合起來哈，所以你每樣嘅些彈起來就係啞掉嘅嚇，你係我知道下大嗓嘅位數係講做得到佢唱到很下亮，我相信呢你表現起來運動會很下自然嚇，是冇呢？是冇先生。哦，好，看一下，看到進入10強，好嚟。王曲記嘅分數。大傻就很厲害哦，個分數很高啊呢。你真的好會哦。恭喜哦！恭喜！哎呀，希望有個開六強嘅認證做得通過，好嘛？做先拿到新傳時嘅證照，謝謝。安尼發揚嘅客家文化。好，加油！大家好，真係當坐。來，蔡玉橋啊！得嚟平白。來談個啦。今日進入10強賽咯。相信大家就田時堂有可能愛認出，希望大家攏愛加油鼓勵，我哋會更加失望答辯從下好堂嘅上過本大家堂，希望大家。兩位主持人好，天璇先生好，大家好。唐公要拜講騎市場茶精神冇好用吧？幫到騎摩托車。哦，多拜。騎多拜，好好走。是不？我老公買個西包，將我撇撇走。西包強悍嘅嚇，係啊。我以前做西門市場情歌有料啊。其實我冇轉過了解一下，我種無談法。出來我要用讀到陽線。我想個陽線路咗
阻碍嘛。哦，没有办法，那就绕路，就是因为绕路，所以说上山啦，九长长就是那个诀逃不过。诀。结书。节啦，哎。我有去神明那里拜拜，他有叫我说你不要乱跑，会出事情。哇，真的不听话。头一天晚上一梦醒，第一夜出事情。结果样啊，发生样吧？就脚全部骨折，粉碎性骨折很严重。冲到。对，我住在国泰医院，新竹国泰医院待50月。哎呦。他自己要花掉20几万。没有健保哎。那个要自费，我装钢板。装钢板要很严重，要装钢板，不然我不会走路。那现在都还可以吗？还会一跛一跛的。不会，慢慢，它就越来越好，人就会有治愈能力，放心哦。谢谢，哎呀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了哈。参考总。谢谢。也蔡小姐基本上也平板吼，规下来讲，基本上迄有顺啦吼。不过我老有几个建议哦哈，铁爱油，嗰只油是，你咪可能也唔講開了，唔講油嘿，油，嗰數，創到嘅流嘅鹽吼，冇乜嘅伊強樣吼，油，好上改一改吼，你看到面向有加卡上出來咧。增強作用嗰隻做事嚇，有一些咧檢查哦，叫做嘅可以檢討一下。以上係我對你嘅建議，加油！好，安子生，加油！係啊，安子看一下人嘅分數啦，好嘛？可以幫我通過嘛？好，10強嚟。嚟，參與嘅分數。嚟。心事找對。蜜柳丁係咪？蜜柳丁啊，應該爸爸種嘅。哇！佢特別呢，一拜屬神呢，做咧有一朵嘅樹葉吧。唔啲，我爸唔幫啲。嘅分數。嚟。安利好哟！今天那个前前那里哈，目前都要听的分數全部是清大分93分了，每個人都不想當那個5個人的其中之一。太棒了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加油！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希望人腳夾好起來哈。唔好再後背啫。爬啫。我哋撒來。總一曲帶來松山菜茶。嚟，等看下。松山菜茶。也是小跳迄愛學嘅傳統歌曲嘅體術，學了以後，愛覺很啊喜歡傳統歌曲嘅。菜量10強賽重要嘅時節獻本大家。
谢。嘿，你好哈，两位主持人哈，早茶哦，辛苦哦，身体好冇？哦，有食到冇？打败冇？食到會有啦。哦，食個都健康會真樣吼。對啊，良業一時嘛，哦，早茶，有早茶歌，有雜歌嘛？有雜到絲絲的，我卡愛茶葉冇到啦。哎呦，哦，這個都可以茶葉哦。哦，做乜嘅茶？嚇？做乜嘅茶？咩唔知呢？加聲人嚟㗎。烘鳳茶。東方美人茶，係東方美人茶吼，嗯，該那個白毫烏龍，龍潭樓嘅樓嘅峨眉吼，捱到低南莊冇啦。哎呦，南莊嘅西妹有個灘，誒，南莊人啊，也故鄉誒，係，也故鄉是見過嘛？啊，而家冇看過啦，夾先咩夾爸爸哦，變成海記啦，係海記，要係哦，同學啊，學弟，強則學教啊，係佢細學嗰時就係海記啦，所以我就而家夾爸爸用我磨槍學，而家就節目聽到講咧，哦，原來幾夾奶嘢哦，對，就槍啦，聽到冇強用啦，係啊，夾爸爸幾樣是通常有變音冇？有啦，給爸爸從細都在一向會彈琴喲。啊，厲害哦！很有才華，就哇，那不就迷倒全校？對呀，風雲人物哦。是。他後來應該是樂隊哈，樂出演員啦哈。他現在是國寶級的。有嘛？哎，我們老邱小老師強用。哎呦，冇那個孔鏘老師現在是國寶級的，對嘛？哎呀，你看放眼望去，所有大小節目都是他。對。啊。但是快被小康老師佔據了。差不多了，他已經慢慢的已經戰略。小康老師比較便宜啊。青出於藍。哎，青出於藍嘛。對，他連我的相親同樂會都去了。哎呦，藝人大樂隊啊！好，唐乃薇先生嚟講評啊。謝謝老師。安尼粵曲吼，創了雙山菜茶，第一隻優點是當肯定就會熱粗型。哈，也符合了，你也創了雙山菜茶。你也是以後哈。不過我感覺吼，咬師方面要注意啦哈。記者師本意就建議急忙咧，忙師冇錯個忙啊。當以前的人咧唱忙師，你也能夠到佢唱。幾百萬希望，不要忙。還有你拿愛喲，拿愛，專專夾記者，攏是會好聽，拿愛就冇睇的嘛，啊，還有你個音，加種玩黑字嘅黑字，因為咩音倒去，唱嘅時都是白音，所以呢一首歌曲哈，你基本呢，屬土都是有夾到嘅，哈，還有我加本經嘅就忙事，你做完哈。希望下回還有機會再加油！好，安尼好，邱亞先生咧，客家嘅 R&B 嘅始祖。你去摘茶很有人拄到砂鍋，要摘緊夾啊！拄到快年啊！實在摘個轉咧。快年。我啱嘅啦，哦。係啦。看一下有辦法通過10強冇？來。總一曲嘅分數。這一分啊，也分數目前來講，對比起來較無還好嘅哈。還150多係。哦，冇，還慢啲，還有7-8位哦。哦，還有下一些7位，哦，還有然後還有2位，還唔啲。哦，這些哦，再邊大行茶，再一茶哈。茶。沙下嚟，總水向帶嚟平吧。了解比賽簽到歌數，我要當認真的練習，希望一擺擺讓大家看到我嘅進步，希望大家。
看水流无哪来呀，甘甜了米娜，安好了年啊冬啊，开团了人啊。哎呦，希望太感。嗨嗨，水兄弟。哇，有咩花莲来的朋友啊？哎呀，你好。常常去做一件懂浪漫的事情，浪漫的事情。哦，乜嘅事情？嗯，乜嘅事情？你我看活动到嘛个火鸡、兔鸡、山鸡嘛个鸡。你家都养鸡的？我诶，我诶，火鸡。嗯，他家养火鸡耶。番鸭袂个番兔鸡。番鸭袂哦。哦。番鸭袂跟人。係啊，朋友講用唱嘅動物園咁。哦，佢活動到嘛？你學來買唱緊你嘅乜嘅土雞城嘅乜嘅？我10姊妹呢。10姊妹。係啊，兄弟姊妹啊。唔排行踢到誒。哦，天嘅。天。才到一半而已。所以學嘅學來教嘅啊，學來賣嘅，學來自家識。是啦，本姊妹啊。誒，講嘅學，我係學動到一條有嘅冇嘅，佢全部出一種在啲呢，從唔咩佢用在學，阿家老公嘅去味。啊，係哦。人啊，遐多事情啊。有乜嘅事？有葱狗尾有乜事？狗肉飯啊，狗柳啊。有咩啲交際花用嘅？松果啊。花蝴蝶。花蝴蝶用嘅。哦，他先生，他先生一體貼吼，體貼。來，同那位先生來公平。謝老師。好，請幾個先生。好，誒，水鄉小姐哈，人個牛絲一粒鹽，太團圓的鹽，哈，老一個太有鹽的鹽，從個牛絲部分變人，哈，也就按照喺度特派講嘅四海強，就變成人，係就真係喺度創係鹽，哈，你才聽一對當日嘅風俗農忙嘅時節，你就開始有多少嘅拍嘅無馬新聞了，忙啲到日嘅電銷年嘅時節，就開始就踢脱脱咧。風俗了農啊忙啊，展銷了年啊。也最尾也當啊，按後年冬一旦暗示落去，就開始就中央就有伴療方面，哈，咬佢就有多少踢脱到嘅，哈，所以佢俾歸屬嘅來講，可能你喺歌詞魔術操成了講，多少會踢脱到，哈，所以呀，也一天內再要好好再加油啦，哈，加油！好來，可以下嘅分數。總水鄉嘅分數。花花。那不唱下熟的歌誒。對呀，有冇痛唔熟嘅？對，在那個節骨眼啊，痛係唔熟嘅。唔係，等小息，高摩有個分數變行一查嘅，哦。啊？69分呢？好啦，哦，安子生，先真別當錯咯，哦。接下來，番茄醬帶嚟落山歌，變咯。今日係正月10強嘅吉天賽哦，我來唱首羅山歌，本大家聽，希望大家會喜歡哦。吟詩造對。
铸造天地，胸襟充满，自由流。以前好唱歌诶，真见迄俺奶奶，人家大陆头忠实铁粉。哎呦，哎呀，唔单止就这样哦，啊，左边哦，还得判先修费吼，又比阿姨哦。啊，其实对啊，比赛先修费演戏做嘛咯？他要把握看我的每一个时刻。啊，看美女啦，看美女。都捧场啦，都闹热。哦，很好啊，谢谢。你这样诶，未雨绸缪都出来啊。想讲也可能唔爱过啊，选一报名。啊？唔爱啦。我有痴心啊。有痴心啊！哦，昨天那个南瓜好吃哦，好吃哦，这个做的。好吃嘛？好吃好吃。南瓜一本啊。有一袋青豆，有每种安尼富泰口袋一用粒。夹不开有中间的呢。乜嘅？蜜柳丁係乜嘅？蜜柳丁啊，你係爸爸種嘅。蜜柳丁種一朵誒。幾夾有哦？幾夾嘅哦？哇，幾特別啊！好像不止，因為我不會算。是啊，柳丁千金呢。哇，幾特別呢！100屬神呢，做嚟有一朵嘅樹葉吧？唔啲嘅，我爸唔本啲。哦，我爸唔本啲啊。哦，94歲啊，按厲害，條路按清楚。你需要用錢嚟樣本呢，阿哥就唔會本啲。哦，冇啦，你唔敢老老人家拿錢。啊，對啦，請注意老人家呢，要發冤通道，要通腦身體就會好。關於有機會跟你係爸爸嘅料啊！盲識個人都蜜柳丁了。我爸爸嘅係寶山嘅范爺爺果園。安尼啊，范爺爺果園有含兩係爸爸嘅料。小強老師咩唔識過蜜柳丁？一道先生全部咩唔識過？啊，導播啦，一道攝影師，一道製作人全部唔識過蜜柳丁。報真係硬衝的來哦。啊，另外就冇辦法。為了蜜柳丁，就冇辦法。為了蜜柳丁，你要加油。謝謝老師，你們要爭氣啊！為了蜜柳丁。依依老師，好，今邊范太正從你羅山歌吼，講實在強貴機咧，好，比如講衝山歌，你出嚟衝山歌嘛，好，你衝山歌，好，就是這時，韓國人第一季到第3季，每人我感覺全部踢斷咧，好，人都係來下衝的喎。衝山空啊！所以總講咧講呢個你係強韌，嘅運用圖可能係唔那熟練，嚇。唔過正經愛講其他嘅缺點，慢慢嘛嘅講太大，強大嘅缺點，就係希望你係講做得繼續唱嚇，讓你係貴屬嘅歌曲歌詞。很下熟練的喎，運用自家做得發揮嘅啲含義，好，然後佢表達出來，我相信會很下好，成功。好，咁就看一下范姐姐有辦法通過10強喎，好，來。范奎雄嘅分數。總結92分，應該
个有办法留下来。蜜柳丁，蜜柳丁，哎，有啊，谢谢。好，什么牛？今日咧节目吼比特咧，也适有8位嘅参赛朋友，有1位分数较差的喎，所以看下礼拜有7位嘅参赛朋友吼，看通过以后看样板啦吼，系啊，分数这样统计啊。好，好通过嘅朋友哦，你也叫我大家夹来报名哦。系哦，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系纯正天方22277陪你上面。好，等下大家来报名。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，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，谢谢。什么长水长？什么蜜柳冰？谢谢老师们，谢谢，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哈，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唔記得下禮拜中午就時間嘅時間呢，老嘢搭嚟去，老嘢搬翻嚟。